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，阿們。耶穌面前的天使，這個名稱就我記憶所及，是模仿舊約的說法。雅威面前的天使，根據本會的連覽，這個名稱只曾贈予了兩位司鐸兄弟，即耶穌的兩位知己，真福若望帕爾馬 John of Parma 和真福若望董思高 John Duns Scotus， 把這個名稱應用在若望董思高身上，幾乎完全道出了他的性格、使命和熱忱。天使常在天主面前，即使被派來人間，仍常瞻仰上主的聖容，對他懷有喜樂、謙遜、強烈和熾熱的愛。凡是上主所愛護的，天使也都加以愛護保衛。總之，這個名稱不斷地使我們記得自己所負有的小兄弟的使命。既然這對於小兄弟會所有的弟子都適用，在這方面，許多聖善的非聖職兄弟們，以他們的榜樣，走在我們前面，那麼對聖經學會的會員們，更該是多麼合適，多麼真確。他們為使自己更能稱職，從事這項神聖工作，理應成為耶穌面前的天使。聖言的啟發：你們小心，不要輕視這些小子中的一個，因為我告訴你們，他們的天使在天上，常見我在天之父的面。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，你們要看見天開，天主的天使在人子身上上去下去。哦，耶穌，如果你每時每刻在我內工作，用我的心、我的肢體，如同你一樣，我應當是順從與溫和的，否則我會成為乖僻的人。你知道我渴望成為你所期望的人，請你指引我，我信賴你。哦，童貞聖母，愛情的母親，因着你慈愛的能力，讓你的兒子在我內生活吧。天主真福雷永明不但有夢想，而且有堅毅的魄力，為夢想奮鬥，使之實現。這完全是因為他對你和對教會的愛所驅使的。我們不都是要翻譯聖經，但我們都要愛你和愛教會。求你賜我恩寵，使我對你這份愛能夠在現實中表現出來。阿們。慈愛的天父，你曾使真福雷永明一生熱愛聖言，又啟迪他獻出一生，將聖經譯成中文，貢獻給你所愛的中國教會。現在懇切求你報答他的辛勞，使他早日得享信友們的敬禮，因他忠誠地為了耶穌基督的福音工作，成為聖神德能的生活見證。現在更懇切求你接納他為我所作的祈禱，賞賜我所特別需要的這個恩寵，以光榮你的聖名。阿們。
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，起初如何，今日亦然，直到永遠。阿們。真福雷永明，為我等祈。我們的天父，願你的名受顯揚，願你的國來臨，願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間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賞給我們日用的食糧，求你寬恕我們的罪過，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。不要讓我們陷於誘惑，但救我們免於兇惡。阿們。萬福瑪利亞，你充滿聖寵，主與你同在，你在婦女中受讚頌，你的親子耶穌同受讚頌。天主聖母瑪利亞，求你現在和我們臨終時，為我們罪人祈求天主。阿們。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，起初如何，今日亦然，直到永遠。阿們。真福雷永明，請為我們祈禱。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。阿們。